呢條村發生咗一件怪事，個仔摸咗下棺材瓜咗，佢老豆守住棺材過咗夜，亦都瓜咗。30年前，村長嘅仔黃剛浸死喺水潭裏邊，撈屍嘅時候，啲人從潭底挖出一副棺材，裏邊裝滿晒金器玉器，閃閃發光。但係當日晚上，村長就死喺呢副棺材旁邊，面目猙獰，雙眼突出，嘴裏邊塞滿晒淤泥。更詭異嘅係，棺材裏邊嘅寶貝一夜之間全部都唔見晒，只剩低成棺材嘅爛泥。30年後，考古學家終於解開謎底，棺材有機關，邊個掂就邊個死。但係新嘅問題嚟嘅，當年係邊個講俾黃剛聽潭底有棺材嘅？嗰兩個守棺人點解從此人間蒸發嘅？棺材裏邊嘅寶貝究竟又去咗邊度呢？咁究竟係咩回事呢？下面開始講述今日嘅故事。兒子摸棺死，老子守棺亡。喺睇之前，請喺評論區留低見棺發財。黃剛死咗，村裏邊嘅人聽到一片嘩然。呢個黃剛係村長嘅仔。呢一日佢嫌天氣熱，就跑到水潭裏邊游水，結果就俾浸死喺裏邊。黃剛嘅浸死令到大家十分意外。佢係村裏邊嘅大哥哥，自細習得一身好水性，仲曾經救過幾個俾浸過嘅細路。呢一次竟然自己舐嘢，實在令人奇怪。嗰陣時我仲細，喺人群中望住村長滿面傷心咁同村裏邊嘅人喺水潭上撈屍，聽旁邊嘅村民講話呢個水潭有啲邪。自從嗰一年落咗場暴雨之後，唔知衝上嚟啲乜嘢，時不時就會浸死人。嗰2年我啱好6歲左右，成日都想跟住黃剛去水潭邊嘅河游水，但係父母警告我禁止去游水。問佢哋點解，佢哋只同我講聽話就得啦。村長一班人加上一啲壯丁喺水潭裏邊撈咗成個下午，直到黃昏仲未將條屍撈上嚟。睇熱鬧個村民亦都陸陸續續咁返屋企煮餸啊煮飯啊。眼睇就要天黑啦，村長嘅面上顯得更加急，佢急到上晒火，就下令將個閘口嘅抽水機抬嚟，揚言要抽乾水潭佢。嗰台平時用於灌溉嘅大抽水機抽力雖然大，但係想要將一潭水抽乾，估計都要幾個鐘。我就俾阿媽嗌返去先食飯，食完飯又靜雞雞咁跑出嚟，就心諗咁耐啦，水潭嗰度嘅水啊，估計都被抽晒。我仲未見過浸死嘅人係咩樣嘅，於是就跑向山腳。啱到山腳，我就遇到咗我細嗰陣嘅死黨阿肥球，佢正俾佢阿媽扯住隻耳仔嗌返去食飯。佢見到我之後呢，就緊張咁同我講唔好去睇，話黃剛死得有啲邪啊。阿肥球越係咁講呢，我就越好奇，就黏住腳嚟到水潭邊，居然有一個空罅就向裏邊睇。當見到潭底嘅時候，我嚇到雙腳發軟，幾乎坐喺地上。黃剛死嘅樣確實有啲邪啊！佢條屍擺出嚟嘅姿勢唔似俾浸死，而好似俾啲乜嘢拖入潭底。只見佢下半身就埋喺淤泥裏邊，上半身係趴喺泥土上，雙手捉住淤泥，四周全部都係捉出嚟嘅痕跡。啲村民竊竊私語，話黃剛呢副樣可能係俾水鬼整死嘅。木已成舟，人死就不能復生。村長指住碑筒，帶人去抬屍體。三三兩兩嘅人呢，將黃剛從淤泥向外邊拖，但就點拖都拖唔喐，幾個大隻佬都拖唔喐一個死人。村長心裏邊嘅心疑呢，檢查之下心裏邊一驚，真係有一條黑布袋纏喺個仔條頸上。村長抹去啲淤泥，用力咁扯咗一個黑布袋，扯唔喐。佢順住嗰條布條摸落去，又嚇咗一冷，摸到下邊好似有啲乜嘢咁，就連忙嗌人攞把鐵鏟嚟劃。
隨住淤泥被挖開，圍觀嘅村民都不由得倒吸咗一啖涼氣。淤泥之下竟然清理出一副棺材嚟，睇上去有啲年頭啦。好明顯，黃剛嘅屍體拖唔出嚟，係因為條頸上呢條黑帶同副棺材連喺一齊咧。村長睇到呢一幕，心裏邊驚到不得了，身上飆出冷汗嚟，嘴裏邊仲喺度吟沉住啲乜嘢，但係就唔敢聲張，似乎明白咗個仔嘅死因。清理淤泥嘅村民唔小心用鐵鏟喺棺材上一撬，將棺材蓋撬開咗一邊，睇到咗裏邊嘅嘢之後，即時驚叫起身：哇！寶貝啊，全部都係寶貝啊！啲村民即時就將注意力從黃剛嘅屍體轉移到棺材裏邊嘅寶貝上，一個個都唔顧得啲淤泥啦，衝到棺材旁邊，從裏邊攞出幾樣嘢嚟。個天雖然有啲黑，但係嗰啲嘢金光閃閃，透住微弱嘅月光，大家睇得出嗰啲係金器嚟嘅。做咩噶？嗰啲嘢唔係你哋噶！村長發嬲，佢呢邊先至死咗個仔，嗰邊嗰啲村民就喺度歡呼雀躍咁喺度搶嘢，邊有唔嬲嘅？抬翻去！呢啲嘢都係從地底掘出嚟嘅，要上報政府。邊個如果咁搶呢，我就捉佢去踎監。村長一聲令下，眾人都唔敢喐啦。況且大家高興過後先醒起身，呢啲嘢同死去嘅黃剛脫唔開關係，心裏邊多多少少有啲驚，更加唔敢打棺材嘅主意啦。幾個大隻佬呢，將棺材小心翼翼咁抬上岸，沖刷之後送到村委會保管。村長仲安排咗2個村入邊嘅人鎮守，擔心棺材裏邊嘅寶貝被偷走。隨後就去處理個仔嘅喪事啦。村裏邊嘅人呢，就聚集埋一齊，津津樂道咁講起呢個潭底嘅棺材同埋裏邊嘅金器玉器。就咁一夜過去，嗰日早晨，我手裏邊攞住嚿紅薯準備佢返學，啱出門就見到唔少人向村委會跑去，我都跟住跑咗過去。到咗嗰度一睇，又嚇咗一跳，又死咗個人。村長死咗呢次，就死喺潭底挖出嚟嘅棺材旁邊。村長嘅死相恐怖，面目猙獰，兩眼突出，好似經歷咗乜嘢恐怖嘅事情咁，而且嘴裏邊塞滿晒淤泥，順住嘴角慢慢流落。同時村入邊嘅人仲話，棺材裏邊嘅寶貝都唔見晒，只剩低成棺材嘅淤泥，邊度仲有咩金器玉器？隨後警察就嚟咗，經過調查發現，最先發現死者嘅係當晚嘅2個守棺人。嗰晚嗰2人正喺度守住棺材，村長忽然之間嚟咗，同佢哋發咗2支煙，然後就入屋去睇棺材。等咗約冇半個鐘，2個村民見到村長仲未出嚟，就不由得覺得有啲奇怪。再加上諗到呢棺材裏邊都係寶貝，話唔埋村長喺度打呢啲寶貝嘅主意，就嗱臨入屋去睇。咁一睇發現村長死咗。再然後就係大家見到咁嘅樣，只係警察都查唔出啲咩嚟，唔知道邊個係兇手。呢件事呢，亦就成咗懸案啦。個仔嘅死同棺材脫唔開關係，佢老豆嘅死呢，同棺材更加係脫唔開關係。呢件事喺村裏邊鬧得沸沸揚揚，於是故事就傳咗出去。呢單案警方毫無頭緒，棺材都被送入咗城裏邊當成證物，就咁塵封咗30年之久。直到一位考古學家對棺材進行研究嘅時候，村長同埋個仔黃剛嘅死先至得以真相大白。原來棺材裏邊嘅死人係個有錢人家，陪葬嘅時候放入咗大量嘅金器玉器。嗰家人怕盜墓賊居心叵測，就叫做棺材嘅木匠就同個棺材設咗機關，只要有人掂到個棺材，就會俾一條黑布勒死。而呢條消息唔知點樣走漏咗，五湖四海嘅盜墓賊都嚟咗，不過都空手而回。黃剛死嘅嗰年發生過一場百年一遇嘅大暴雨，將棺材從山上沖到咗水潭。
水潭裏邊雜草眾多，棺材嗰時候並未沉底，而黃剛就動咗貪念，要去盜走棺材裏邊嘅陪葬品，咁先至觸發咗機關，俾黑布勒住咗條頸。水中暗流變幻莫測，估計係棺材沉底，黃剛抵唔住棺材嘅重量，被鑑山拖入淤泥裏邊浸死咗。呢一推斷令到警方瞬間醍醐灌頂，又有咗新嘅激情去追查呢單案。但係好快又陷入咗迷霧。棺材年代久遠，村裏邊嘅人都唔知道裏邊藏有寶貝，究竟係邊個將呢個消息透露俾黃剛嘅呢？再講翻村長嘅死，至今都解唔開，究竟村長係點死？再講翻嗰成棺材嘅寶貝，點解就一夜之間變成咗成棺材嘅淤泥呢？呢個係太離奇啦！再講翻當時兩個當班守棺材嘅人呢，自從30年前警察放棄調查呢單懸案之後，兩人就喺村裏邊人間蒸發咗咁，消失得無影無蹤。呢一切究竟係村民所講嘅邪啊，定係背後有人精心策劃嘅一單驚天殺人盜寶案呢？如果有咁樣心思縝密嘅頭腦，仲有如此天衣無縫嘅作為，估計好快就及上呢個棺材嘅寶貝，只係怕呢棺材黑布條嘅機關無從下手。因此警方推斷，背後策劃呢一切嘅人，只能夠係嗰個曾經俾呢個機關嚇到聞風喪膽，卻又驚為天人嘅盜墓賊呢。